Mini Vlog 第13集，今次係2個幾禮拜復活節假嘅其中一日啊！我帶咗洋洋去電暖帽，係佢自己話要電嘅，要搞成2個幾鐘，我就同大少去食嘢，行住街等佢。而家周街都係 Mario 啱晒佢，陪佢影下相，再攞張飛排下隊試玩 game， 都幾好玩嘅，順便當消磨下時間。係咁依玩下，唔小心攞第一啦，再去吸下印仔。你戴住頂咩帽啊？對唔住阿仔，呢頂好似係綠帽。好啦，咁嚟親沙田都避唔開 Dino Park， 係咁依玩一陣啦，放下電都好嘅。夠鐘返去睇下家姐搞成點啦。3、2、1，呼呼，成個冇安娜咁啊！仲電暖帽鬼咁自豪，但係建議唔好成日撐大個鼻哥窿，大個真係會後悔。跟住去書局行一陣，書我唔介意買多啲嘅。然後作為專業師奶，當然係去行一田啦，買生果啊、麵包咁樣。終於可以坐低食飯啦！呢碟牛嗌7成，但係有啲韌啊。呢個意粉好食，然後我每次食飯都會聽到。你話你要咩話？我話我要 kiss 媽媽咯。快啲食相，同佢哋出街就係咁噶啦。記得 follow我係明師，下次再見啦，拜。